啊是在地新闻来看，这个15岁查囡仔黄秀珍，甲妈妈弟弟住伫一间7平大铁皮厝，这个厝顶阁来破空漏雨，啊，就伫铁皮厝边的大树骹大布棚煮饭食饭。查囡仔就伫这款的环境来读册，今年考到第1志愿，家己愈中。伊讲伊上大的心愿，就是有一只属于家己的册刀啊。 煞开门行入去3步就到底。15岁黄秀珍甲妈妈弟弟就住伫这所在。弟弟睡这里，睡这里，然后妈妈睡这里。眠床无够就困地板，食饭咧，这所在无位啊。边仔的大树搭这塑胶帆布，放小型的家私炉，这就算灶骹。人无爱顶的床架铺一块布啊做餐桌，一家伙3个人3顿伫这解决。后面这块细块刀啊，就是黄秀珍读册的所在。 我觉得我都已经住习惯，我觉得就还可以啊。这款的生长环境，伊拢无埋怨，不过做妈妈希望囡仔会当过较好一点嘛。妈妈，我要自己一个房间呐。他这样跟我提，我心里很酸啊。妈妈是真唔甘，不过嘛非常坚强。伊是36岁新移民黄春梅，嫁来台湾16冬。翁婿伫多年前过身，伊甲伊一个人请养2个囡仔，做线工，一个月只有1万外块。 伊敢若有法度租1000外块的厝，只有7平大。就希望小孩比较过好一点啊。拢无保守，靠着家己的努力。黄秀珍今年考到第1志愿，家己愈中。伊上大的心愿，都是希望有一块新册刀啊。我这个人天生就比较乐观一点吧。破过的铁皮厝有看到一张真显目的金榜题名红单，15岁查囡仔，互人感受到心上的满足，就是真正幸福。